进前行政院补助6亿要互国中小的学生囡仔，这学期会当食到4届石斑。不过到今，还有9个县市连一届拢无食到。进前嘛有立委建议会当用别种食材来替代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总算开嘴啊，无排除用其他食材来替换。学校营养午餐食石斑鱼的政策，互各界积极的跳票。农委会特别开记者会说明，来挂销情形，保证这个月内会互其他也未食到石斑的9个县市拢未落高。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。那9个县市，如同刚刚媒体记者询问的，我们会让他在这个学期陆续的来吃到我们优质的石斑鱼。特别用简报显示石斑甲学校的出货流程，农委会表示，严格把关等拢是延迟的原因。在地协会代表嘛指出，石斑伫4至5斤的时，拢是较适合的大小，即马大多拢2至3斤，才会有供货权的问题，会尽量供货。只是各界积极，若石斑无够，敢会以其他食材来供货。其他食材也可以，就是要让所有这笔钱都用在食材上面，让它可以吃得更好。所以鸡鸭鱼肉都有可能。对。面对国民党批评石斑政策为大饼，农委会大动作等成绩，但陈吉仲会后表示，若这学期4届食石斑未好食，无一定稀散，肉类的供应嘛有可能，也就是讲，斑斑石斑可能变做斑斑，无一定是石斑。记者陈亚丽台北采访报道。